各位香港海外嘅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自家兄弟，我係今日嘅主持阿明。今日同大家傾嘅唔係睇樓，唔係睇盤，亦係一個近期香港人朋友圈地產群組裏邊頻頻出現嘅名，佢就係正豐嘅南灣首府。由2023年底開賣到今日，每次開盤賣嘅速度真係非常之快。連隔離嘅華發天世銷售都眼紅，咁最近咧就新一期推出，實用率就真係驚人嘅，月銷幾十套，又一次成為市場嘅焦點。但係我阿明一路都覺得呢個盤係一個優點極之突出，缺點亦都係好明顯嘅矛盾體。網上爭議唔少，但點解依然會有咁多精明嘅港澳朋友會選擇用真金白銀買單呢？咁呢個盤究竟值唔值得入手？如果要買，要避開邊一組、邊個方位、邊啲坑？咁今集阿明就做一個全圍到冇死局嘅深度拆解。咁拆解之前啦，我就先同大家分享個樓盤基本信息，同埋呢個盤究竟有咩魅力、優點。最後咧再同大家講翻個缺點，同埋咧如果要揀呢個盤，究竟要點樣揀好？首先呢個盤咧位置就位於珠海香洲區南灣板塊珠海大道旁嘅。係咁，開發商咧係珠海正豐，屬於珠海嘅第二國企，咁背景就會穩陣啲。咁呢個盤咧嘅佔地面積咧就有8.25萬方，建築面積咧係有32萬方，容積率咧就2.8，綠化率去到38，車位配比咧就係1比0.8。咁呢度嘅朋友就要注意下啦，唔係1比1。所以咧如果有車嘅朋友就要留意下呢個啦，好緊要。咁車總戶數咧就有2126戶嘅，主要分成2期去開發，高層就有76到99，大平層咧就係123到185方，貼稅咧就173到187，實用率咧就有500到800之間。咁均價方面咧，高層就大約27000，大平層咧就32000，貼稅咧總價就8500萬起嘅。咁一期已經交樓啦，二期咧就預計2027年10月交樓。好啦，咁到呢度咧就正式入到話題啦。點解咁搶手？7個核心優勢逐個數。優勢一咧就係國企背景，交樓有保障，喺珠海正豐係僅次於珠華發嘅2把手，專做城市更新啊、地標啊同啲公園嘅啲產業園啊，即係話唔係嗰啲普通嘅發展商，亦係帶咗城市換型任務嘅國企。對於香港買家最大嘅一個意義，其實就係爛尾風險極低，同埋交付有保障。第二點就係地段啦，項目咧就正位於珠海大道旁嘅呢條主動脈。咁無論係老鄉洲、金灣機場、橫琴口岸，都係一條直路，而且咧香港直通巴已經開通咗嘅啦，從項目直達港島、九龍，車程全程就2個鐘左右。如果係自己揸車嘅朋友，咁時間就會更加縮短啦。以香港九龍為例，自己揸車就1個鐘20分鐘到嘅一個車程就可以實現到珠海、香港兩地穿梭啦。對於經常兩地跑嘅香港人嚟講，咁就實在方便嘅。優勢3就係內地人好關注嘅學校啦，12年嘅一個名校教育配套，項目自帶省1級幼兒園步行嗰度，文員中屬於臨平校即係校區啦。咁珠海公立初中嘅校牌，香洲市一個口碑嘅一個小學啦，即係話由幼兒園到初中優質嘅一個公立嘅教育資源啦，吸引力係極大嘅。即係對於內地啲家長啦，即係唔係話為咗呢個學位飯啦，亦每一日即係住喺度都可以免齊咗咁樣去接送嘅一個奔波啦。咁到呢度咧，可能就有啲香港朋友會心諗學位對自己嘅作用唔大，其實唔係嘅。內地呢度咧，好多家長買樓會睇學校啦，即係話你可能住個10年20年之後，想出售間屋啊，換一個再靚啲嘅時候，咁相信呢個時候學位嘅優勢會更加容易嘅幫到我哋去出手啦。咁優勢4就係小區個嶺南風園林啦，即係氣勢係咪十足咧？就好似我背後呢個景啦，係咁佢園林咧就唔係嗰啲複製黏貼嘅新中式，而係真係有嗰啲嶺南嘅碗味啦，係啦，再加80米闊嘅一個門欄，係啦。咁你翻屋企嘅話，其實有少少嗰啲叫去招回府嘅一個感覺，即係一個儀式感啦。咁呢種氣場其實真係好中意嘅。同埋咧，如果係有講究呢個意頭嘅一個港人，咁可能就真係會有啲 feel 啦。咁優勢5就係佢個配套啦，3800方嘅一個下沉式會所，再加5000平方嘅一個嶺南中心。咁會所咧，佢就設置於地下嘅，有恆溫游泳池、健身房、瑜伽室、書屋、鄰里中心，即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平時嘅一個超市啦、餐飲啦、藥店嘅一個簡單嘅需求啦。但係咧要注意，
呢個咧係基本嘅一個基礎嘅一個生活配套，就唔係嗰啲高端產業啦。咁優勢六就係二期個使用率超過，佢部分嘅啲屋嘅一個使用率去到95%以上，即係二期嘅使用率會比一期係明顯提升到。咁例如141方嘅單位啦，室內可用度嘅面積係去到134方，係即係計埋正負面積，可用嘅面積係超過建築面積嘅，即係話我哋買晒用大呢種感覺，係咁。對於如果係對於即係重視呢個空間感嘅工人家庭啦，好吸引，係啦。咁優勢7亦都係最後一點，就係佢臨向望山湖，咁景觀係永久嘅，即係項目佈局咧係臨向即係臨向望山，咁北向咧就係珠海大道，即係咧主要房間同客廳安排喺南邊，咁享受到呢個永久嘅山湖景嘅陽光啦。咁即係噪音夠大嘅珠海大道就擺喺北邊。咁對於如果係追求景觀啦同埋正宗大旺嘅一個工人朋友嚟講，就係一個好嘅設計。好啦，咁講完優點，接落嚟就係重頭戲啦，講下缺點啦。咁入手之前咧，必須知6大潛在問題。阿明咧就一一拆解。首先問題第一個就係噪音部分啦。佢漏洞係夠明顯，特別係1期同2期共有6棟高層，最靠近珠海大道嘅距離只有50米。係最近嘅，尤其係中高樓層，約15層到25層樓，可能會正對噪音嘅風直吹啦。並非係越高越正越安靜嘅，即係建議咧盡量避開靠近珠海大道嘅單位，或者就揀翻啲低樓層有綠化嘅遮擋啦，或高層啲係。咁問題2嘅話就係交付嘅一個時間係夠長嘅，2027年到10月先收樓。咁雖然係國企。爛尾嘅風險係會低啲，但畢竟仲要等2年幾，即係期間呢個樓市嘅走勢啦，個人嘅一個收入啦，咁匯率嘅變化都可能會波動嘅。咁3理上嘅話，大家就可能會需要做一個準備，即係資金俾守住嘅一個準備啦。咁問題3嘅話就係商業配套啦。呢度雖然係有，但係咧未夠正。5000平方嘅鄰里中心只可以滿足到基本嘅生活日常所需。如果係想去嗰啲大型商場啊，食啲特色嘅啲餐飲啊，買啲進口嘅啲商品啦，就一定要去到華發商都嘅啦。車程約10分鐘到，呢個係離我哋最近嘅一個商場啦，係。然後咧，如果係週末，我哋可能消費就幾乎都要揸車嘅啦，係即係如果行路嘅話就可能尷尬少少啦。咁問題4嘅話就係目前如果出入可能要兜路。如果係從臨平嘅華發商都方向翻屋企，暫時要兜上紅灣大橋嗰邊掉頭約7分鐘嘅一個車程。咁呢個問題咧就幾乎要去到2026年底，即係橫琴嘅第3個通道隧道開通，咁可能先可以直接咁樣去接駁嘅。係咁，對於如果係經常往返橫琴口岸嘅工人啦，短期內會有少少唔方便。咁問題5就係高峰期塞車嘅一個問題啦。珠海大道係常態嘅一個早高峰塞車，尤其係臨平街口呢一橛，華發商都一段啦，即係呢兩邊。如果咧係香洲或橫琴翻工嘅人，咁就要預15到20分鐘嘅一個通勤嘅時間啦。咁問題6就係城市嘅界面會換雜啲，即係新舊交替中項目嘅東邊咧就有現代化嘅商場同住宅，亦都存在城中村舊廠房，即係話我哋屋企望出窗外啦，可能會一邊係靚公園，一邊係舊村啦，係咁景觀咧就唔統一嘅。咁呢個係臨灣板塊即係發展嘅一個過渡期啦，一個特點。咁如果係大家有呢邊嘅考慮，咁就要有呢個3厘嘅一個預期啦。係啦，咁就最後同大家總結下。究竟係咩人群適合買呢個盤，同埋點揀呢個樓棟會可能醒目啲，會啱我哋啲啦。咁首先第一幫適合嘅一個人群就係考慮子女喺內地接受教育嘅一個香港家庭啦，尤其係睇中嗰個文員中學學位啦，然後咧追求低密度高實用率原藍嘅一個改善型嘅一個買家，同埋咧經常要往翻珠海香港需要交通兩地便利嘅一個人士啦，即係有注重發展商嘅一個背景，經爛尾
即係呢一類其實真係適合就穩健型啲嘅投資者係。咁如果係揀流動嘅話，我就會建議南向蒙山湖嘅一個單位啦，因為佢個景觀係永久嘅，即係鮮密性會好啲，盡量避開珠海大道嘅一個流動，即係尤其係避開嗰啲中高樓層。咁如果係怕要等，可能我哋可以選擇翻一期啲現樓貨可以即買即住。投資嘅話都係優先考慮啲細面積，就係76到99，流通性會比較好。係咁總括嚟講嘅話，就係正豐林灣首府嘅賣點好突出，國企背景、地段、主幹道、名校配套、高實用率同埋南向山景永久嘅啦呢啲。但個缺點咧都好明顯，即係部分單位啲噪音啊、交付時間長啊、商業就未算高端嘅，係短期出入要兜路。咁如果你係為咗小朋友讀書或者換一個環境好、實用率高自住嘅單位，而且你又接受到2年幾嘅一個樓花嘅一個花期啦，咁呢個盤其實係值得你重點去考慮嘅。但係咧，如果你追求即買即住，要求商業好繁榮啊，或者對噪音性係會極度敏感，咁就要諗清楚啦。甚至就考慮其他選擇係。咁如果大家想知自己心水嘅一個單位朝向啊、景觀啊、噪音具體嘅一個情況，或者想對比珠海嘅其他樓盤，歡迎直接聯絡我哋自家兄弟，或者直接私信我阿明，係我可以幫你做一個更加詳細嘅一個分析各個樓盤嘅優勢啊、缺點啊，同埋咧我哋香港都旺角嗰度都會有展廳地址，即係大家如果得閒嘅話都歡迎上嚟飲下茶、傾下偈啊，係咁如果係想睇樓嘅朋友，我哋可以直接喺香港免費出嚟從香港出發嚟到呢度去考察物業。咁如果係經我哋自家兄弟成功喺大灣區呢度自組業嘅話，我哋都會有額外啲粉絲福利可以回贈俾到大家。係咁今集嘅內容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謝收睇，我係阿明，我哋下期影片再見啦，拜拜。